下面利用一篇文章来给世界各地的莲友们鼓励。高雄佛教会理事长慧本法师啊，他有庄严的外表，无碍的辩才，是我们佛教闪闪发亮的一颗明星。我们都这么认定他，结果生命无常，60出头就往生了。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，对佛教来讲是一大损失。他每一回到台北来弘法的时候，都请我担任他的司仪，所以我知道他的经过。他在弘法的过程里面讲了一篇内容。他说：“一饮一会，莫非前定呐。今天你喝了一杯水，吃了一口饭，实际上都是你前世定下来的。如果前世没有因果，可能这一杯水你也喝不到，这一口饭你也吃不了。”他就讲了一个公案，非常精彩。他说他有一个信徒啊，开了一家金饰店，叫做金瑞珍银楼。那么这个银楼的先生受菩萨戒，一天到晚就是修行，一定要拜88佛，每天都念佛拜佛。他太太就说：“对呀，对呀，你只要拜佛啊，就有饭吃了。”他先生说：“我该做的事呢，我还是会做嘛，只是睡前或早上起来拜佛而已啊，我又没有悟到公事啊。”他太太很反对他修行，但他还是照常修行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们银楼啊就发生了金子被人偷走10多斤啊，铁门被剪坏掉了。这一天一大早，他还是起来念佛。他太太6点多下来，才发现金子都被小偷给搬走了。他太太非常的生气，看到他先生还在那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大声喊：“下来啦！金子都被人偷走了，你还在那边念佛啊？”她老公还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这样。太太就说：“不要念了，下来啦！”就拿她的衣服把她丈夫拉下来，就说：“哪有佛啊？我们全家的金子都被偷走了。你的佛祖如果会保佑，金子怎么会被人偷走了呢？”结果她老公说：“你在胡说，佛都有在保佑呢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佛祖又不是请来帮我们顾金子的，人家要拿去用，是我们前生欠他的。”这个老婆就说：“哎呦，你还说这种话呀？”太太很反感。先生说：“生气也没用，拿走就拿走了，不然要怎么样呢？”他又进去念佛了。他太太说：“你给我站住，东西都掉了，你还不赶快去报警？你赶快不要念佛了，打电话给警察来。”先生说：“不要不要，要叫你去叫，叫是你的事情，我赶快去念佛，我还没有念完呢。”他太太说：“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打电话可以，我来打，看你今天有多行了。若有办法把我的金子都找回来，不用你说每天念佛，我也会跟你一起念佛。”先生呢，把海青披上，就自己单独上去念佛。警察来登记案情啊，就开始拍照，开始采集一些脚模、手模、指纹。他太太呢，就急着看他先生还是坐在那边呢，不动如山的继续念佛。他太太气得不得了啊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报纸登得很严重啊。慧本法师也去看他，安慰他们。他太太看到法师来了，便说：“哼！”慧本法师说：“奇怪，他先生修行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看到我就哼，说吃斋的又来了，信佛信到金子被人偷走了。”慧本法师问他先生说：“怎么了呢？”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不要紧，你不用为这一件事情操心，拿走就算了吧。”到了第二天晚上11点多啊，门关起来要睡觉，忽然有人来敲门，太太吓得半死。他把他先生拉下来以后，就问会不会是小偷来了呢？准备要打电话，他先生说：“且慢且慢呐，人家敢敲门就不是小偷了，先开门看看。”结果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说：“这些金子还你们了。”这一点呢，数十斤的金子完全1块都不少。先生就问：“你金子为什么要还我们呢？”小偷就说：“好奇怪，我金子拿走了以后要拿去卖，怎么绕都绕到这儿来，都绕不出去了。我已经走了10几趟，还走到这儿嘞。哎呀，
可能不能让我拿，干脆还你们啊！我就是在绕沿途开车，还是开到这里。我不是没跑，我已经跑了7趟了，走不出去。干脆啊，这个不该拿的，我还是还你们吧。他太太愣住了，傻眼啊，失而复得。结果小偷就告诉他们：“你们不要把我报警就好了。”他太太说：“只要我点一点都没少，那么我就不报警。”他点一点，真的没少。结果报纸又报了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印象？那一件事情之后呢，虔诚去念佛，他太太就会说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和你一起去阿弥陀佛啊！”他太太现在非常的虔诚，早晚都是阿弥陀佛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。慧本法师说，他常常跟各位信徒说法，我们前生若是有欠人，还是要还他的，不然你说我丢了一只手表，丢了100块钱，阿弥陀佛，你帮我找回来啊，哪里有这个道理啊？没有这一回事啊。但是若这一件失而复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就表示说我们没有欠别人的，或者是某种其他原因，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猜了。佛的境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，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！不要忘了，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不断的念，不断的念，精进的念佛。这个是慧本法师讲的公案，这个内容很精彩，我们听了以后也很感动，很敬佩他。可惜了，他人已经往生了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。往后呢，我们就记住他老人家告诉我们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的念佛。如果没有欠别人的，自然会回到你身上；你有欠人的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这都是因果报应，该还的我们一定要还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让你们各位能够理解。阿弥陀佛。